这样。嗯。没有刚刚好就可以。我说老的还可以。嗯。不会煮菜。嗯。是前面开始。为什么会用这个球吗？因为要品尝的话，就拿一颗球就好了。然后在以前都这样用。打好不会那样非常困难。你说品尝是什么？就直接拿一颗球，拿一颗球起来。对，吃看看有没有。拿那个椅子啦，要不要这样用苦点？